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2月7日。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列王上卷第4章第8节到17节，32节到37节，使徒行传14章第1节到第7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约。到底什么是新约？有真侪人将新约定义真矮总是认为讲祈祷了后，互人倒落去，是床底骹互伊平去，是欠钱的变做富有，是互世人搁活，互迄个未生会通生囝，其实这拢是啦吼。但是，亲像牧师头前所咧讲的，若准安尼来定义新约，安尼就真矮势吼。或者是讲，咱安尼来问啦吼，现代有新约啊无？现代新约是啥物货？啥物人会当行新约？咱真有可能直接会跳去讲，就是遐个吼办迄个医治特会遐个。特会讲员啦，迄个牧师，因足敖诶。牧师想要问讲，你诶教会牧师敢无法度？咱倒转来想，耶稣基督差遣12个门徒，嘛捌找7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行新约。你去评看觅看耶稣敢有讲彼得，你较乖，所以你会当行新约，其他的某，你拢袂使。耶稣敢有安尼讲？耶稣无吼。所以咱要重新来去思考新约正确的定义啦吼，到底是啥物货？要开始讲之前，牧师先分享一个，我过去有一个。我住伫桃园的时阵吼，有一个朋友客家的朋友，对苗栗遐来，伊无信主，伊甲我真熟，所以伊用迄个滚笑的话甲我讲吼，哎呀，我知影恁基督教真好啦，因为吼水我食，水我啉，吼，佮水我欠即个逐项吼有够用，佮安那欠钱佮免还。所以，咱如果真正甲新约定义遮歪势的时阵，这也莫怪无信的遮个朋友会有即种的想法啦吼。咱先记耶稣基督搁活了后，彼得甲即个约翰伫圣殿行新约的代志来看。彼得毋是叫人欠钱免还哦，伊反倒当彼得甲约翰甲即个。摆卡的咧讨食的，甲讲安那金甲银我拢无，就将我所有的互你，就是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伫即个短短的话内底，已经将新约的定义讲了足清楚的吼。这咱会当分做3个部分来去思考啦吼。彼得喙内底也是讲伊所行的新约。第一个毋是金钱，彼得讲金甲银我拢无，所以叫人富有并毋是新约的目的，也是讲唯一的一个方向。所以咱千万毋通掠做讲即个信主吼，我欠几千万吼，一定会迄个免还安尼吼。毋但安尼，佫会当足富有诶吼。则咱会记哩吼，伫圣经中间，耶稣基督安尼对伫遮富有诶人，意思讲富有诶人，伊若吼一个钱都摕袂出来诶时阵吼，这就是得罪上帝呢。因耶稣讲，富人要入天国吼，困难啊，比骆驼穿过尖芳佫较困难。这是第一个啦吼，这是对。彼得甲约翰伫即个圣殿的水门口所行新约，伊所讲的话。第
第二个就是上落尾，伊讲我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所以叫伊起来行，这是一个机体顶悬会得到利益。其实这嘛毋是信者的目的，这是一个手段吼，毋是信者的目的？但是上帝却提供解决人的需求，特别是咱讲伫肉体顶悬，互人起来行，会当来扩大了解是肉体顶悬的软弱来得到医治啦。包括咱讲彼得的丈夫破病啦，太哥得到清气啦，互人生产啦，互了死人搁活啦，等等，这拢是。这是肉体顶悬所会当看见的，但是这嘛毋是信者目的的。第三就是彼得咧讲迄句话，将我所有的互你，这个所有的是啥？伊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奉主的名，这是伊所有的。伊所有的毋是钱，毋是金银。毋是叫人起来行这个代志，是奉主的名，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才是真正信者的目的，是为着要见证主的名，印证上帝才是迄个气力权柄的来源。彼得甲约翰叫迄个生落来倒摆骹的人，伫遐咧讨食的人，叫伊起来行。是因为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亲像咱头前咧讲，耶稣找12个学生，找72个，因是受找，所以因是奉耶稣的名，因毋是奉家己的名，毋是倒一个足敖的特会的讲员，倒一个牧师伊较有能力啦，毋对，是要来印证耶稣基督才是救恩的来源。先知以利沙互思念的查甫囡仔，伊伫安息的状况下面来告我，这当然是信者。不但安尼，阁是圣经记载唯一这个人间呼吸的这个急救的记载。另外，《列王上卷》17章17节到24节记载，先知以利亚3摆拍伫这个死亡的查甫囡仔的身上。也惊着信者，但是千万毋通来思考毋对的方向。这并毋是迄个以利亚将伊的功力拢总交互以利沙，佮加倍互伊，毋是这个意思。乃是高抹以利亚甲以利沙成做先知的上帝的权柄。这个是今仔日咱所要来讲的一个真重要的方向甲角度。好那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使徒行传》记载，保罗伊的宣告伫亚细亚这个所在是传福音以及行神迹的代志。咱要直接用 NIV 的圣经翻译来思考。NIV 的翻译安尼讲。So Paul and Barnabas spent considerable time there, speaking boldly of the Lord, who confirmed the message of his grace by enabling them to perform signs and wonders. 所以信者会通讲是互人感觉真惊吓，着惊，并且是来对上帝迄来的恩惠的记号，透过上帝的罗卜来显现伫人的眼前。那安尼更较严肃的问题来啊！信者目的是要互人亲近上帝，毋是先知，毋是保罗，也是特会的牧师，是要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2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列王记下4章8到17节，32到37节，使徒行传14章第1到第7节，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迹。到底什么是神迹？谈到神迹，有许多人就很容易把它很狭隘化的定义。总是以为说，神迹就是那个祷告以后啊，人就会倒下去啊，或是那个长短脚的，祷告之后拉一拉啊就平了。或是让某些人欠了好多钱就不用还，就变成富有的人，或是我们说让死人复活，让不会生育的人生孩子，其实这些都是，但是不是神迹的目的。如同前面牧师已经说了，这样的定义是非常狭隘的看法。那或许我们先这么问好了，现在有没有神迹？现在的神迹到底是什么？什么人可以行神迹？牧师讲了几个问题哈。那我们很可能直接的回应说，那些很会讲道、很会祷告、那医治特会的讲员啊、牧师啊。那牧师的问题又有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教会牧师不行吗？耶稣基督差遣12位门徒，也曾经差遣72位门徒，让他们出去传福音、医治、赶鬼、行神迹。请我们有空的话去把福音书翻一翻。当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说：“哎呦，彼得你比较热忱，所以你可以行神迹，其他的人某某人不行？”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当然没有啊。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回来思想一下，神迹正确的定义是什么。在开始分享之前，牧师先讲自己的一个经验。我有一位当我住在桃园的时候呢，有一位客家的朋友他不是基督徒，然后我们非常的熟就有点像兄弟一样。他就用开玩笑的口吻跟我讲说：“哎呀，我知道你们那个基督教很好啊。”因为我用台语念后面这段用台语念比较有押韵他说恕我吃，恕我啉啦，恕我每项有够用啦，好我搁欠钱搁不免还啦意思是说，上帝的赏赐很丰富啊，因为基督徒都强调那种外在的，欠了钱，上帝不但帮你解决问题，还让你很富有。上帝让你可以吃饱。如果我们真的把上帝的神迹定义这么的狭隘的时候，也难怪我们的未信主的朋友会这样子的看法，对基督教来讲。我们来举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彼得跟约翰在圣殿的美门门口，他们行了神迹，医治了一个人。彼得他并不是叫人欠钱不用还，反而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说了什么话？他们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脑子里面有没有那首歌？这短短的话里面，其实已经将神迹的定义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用3个方向来思考彼得说的这句话，他口中的神迹，或是他所行的神迹。第一个不是金钱，彼得所说的金和银我都没有，所以他不是在解决那个人的要钱这件事情。叫人富有并不是神迹的目的，所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错误期待，特别要小心，当你富有而一毛不拔的时候，你就得罪了上帝。因为耶稣说富人要进天堂难了，比什么还难？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呢。
第二个角度，叫人行走，这个是肢体上的获益，也不是神迹的目的，这是一个管道。但是虽然这不是目的，但是上帝却提供了解决人的需要，叫人行走，可以扩大了解，成为肉体上的软弱得到医治，包括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得医治了，麻风病得洁净，使人生育，或是让死人复活等等的这些事情。第三个角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彼得说叫他起来行走前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行神迹是奉主的名，这个才是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要见证主的名，印证上帝才是有能力的，上帝才是那个权柄的来源。彼得和约翰叫那一位生来就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不是因为他们是特会的讲员，而是他们是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奉自己的名，不是因为某个特会的讲员很会讲很会祷告，所以他特别有能力，而是要印证耶稣基督才是救恩的来源。我们从今天的旧约列王记下的经文看到，先知以利沙在让这个苏念的男童从安息的状况复活了。是的，他是行了神迹。不但如此，也是圣经里面唯一记载那个口对口呼吸我们说急救的一个记载。另外呢，我们在列王记上卷17章17节到24节也看到了他的老师先知以利亚，他伏在一个死亡的男童身上3次，让这个男童复活了，也行了神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方向弄错了，这并不是以利亚那个外套丢下来之后，以利沙捡到了，那他的功力就加倍加在那个以利沙的身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高摩以利亚、高摩以利沙成为先知，上帝的仆人，那一位上帝，那是上帝的权柄啊。如同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4章第1节到第7节记载了保罗他在亚细亚地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行神迹的记载。牧师喜欢 NIV 的翻译， NIV 的翻译这样子说， So Paul and Barnabas spent considerable time there, speaking boldly of the Lord, who confirmed the message of his grace by enabling them to perform signs and wonders. 神迹是一种让人惊奇，并且让人家知道这是来自上帝的恩惠之记号，透过上帝的仆人而呈现在人眼前的。那么问题比较严肃了，要来问了。我们来思想一下，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既然不是因为那些行神迹的人，是为了要让人家亲近上帝，而不是为了亲近先知保罗或是特会的讲员。神迹的目的是要领人回到上帝的面前。